你有冇發現有啲人望落普通通，甚至瘦瘦弱弱咁，平時好少去廟度燒香，身上從來唔帶任何辟邪嘅法器，但係人哋行夜路就打死都唔驚，一世人平平安安，咩邪鼠都近唔到身，就連屋企人都跟住沾光。相反，有啲人家境富裕，有錢有勢，名貴嘅寶品天天食，金光閃閃嘅佛像天天拜，身上掛滿晒好貴開晒光嘅護身符，但係就喐啲生怪病，總係覺得屋企唔乾淨，陰氣重，夜晚風稍為吹一吹，門響咗一下就懷疑呢樣懷疑個樣，嚇到半死。呢個分別到底喺邊度？我哋嘅12生肖入面有呢5個生肖，天生就自帶一股浩然正氣同菩薩善根，連孤魂野鬼見到都要退避三舍。千萬唔好小看12生肖，嗰個係由老祖宗定落嚟嘅12地支，係宇宙運行嘅時空能量，係天地之間陰陽交替嘅密碼。你出世喺邊一年，你就會帶住嗰一年特有嘅一種天地正氣。好多年之前有一個做生意嘅老細，生得一表人才，非常精明，但係佢將小聰明用咗喺歪門邪道度，喺生意場上坑蒙拐騙，暗中算計同行，做咗唔少虧心事。呢個喺佛法度就叫做惡業，業力就係你過號起心動念，做人做事留落嚟嘅一股力量。你做咗一件衰事，動咗一個衰念頭，佔咗人哋少少便宜，你心裏面就算覺得神不知鬼不覺，但係嗰股陰暗嘅能量其實已經清清楚楚咁傳咗入你嘅生命度，好似白恤衫上面滴咗洗唔走嘅墨水咁，佢會生生世世跟住你。後來呢個精明嘅老細確實賺到大錢，買咗大洋房，但係奇怪嘅事就嚟啦，佢開始成晚瞓唔到覺，總係覺得屋企陰風陣陣，一埋眼就感應到床頭企住黑影，半夜一有風吹草動就嚇到個人係感冒冷汗，唔夠半年成個人瘦到脫晒相。但係佢老婆同仔女喺同一個屋企度，就住得好，食得香，瞓得甜，乜事都冇。佢使咗大筆錢請風水先生睇，買各式各樣嘅鎮宅寶劍、八卦鏡、神像擺喺屋企，結果一點效果都冇。最後佢跑去山上揾咗一位老和尚，喊苦喊忽咁求助，希望老和尚可以幫佢畫張厲害嘅符，覺得自己屋企肯定有污糟嘢，或者係前世嘅冤親債主翻嚟索命。老和尚淡淡然咁問咗佢一句：屋企老婆同仔女都係屬咩嘅？老細報咗一次，老和尚搖晒頭，攬氣咁講：你天天懷疑呢樣懷疑個樣，滿世界揾大師使錢求護身符，你卻唔知你屋企其實就住咗好幾個佛菩薩。你屋企呢幾個人嘅生肖，天生自帶天地的浩然正氣，有佢哋喺屋企鎮住，外面嘅邪鼠邊個敢入大門？根本唔係你間屋唔乾淨，係你自己個心唔乾淨，係你自己做嘅業障太重，心裏面嘅陰氣、貪氣、算計人哋嘅毒氣，把你屋企嗰幾個生肖帶嚟嘅正氣俾死死壓住咗，你心中全是鬼。你望呢個世界邊度唔係鬼？華嚴經入面講一切唯心造，嗰個老細以為係外頭有鬼嚟害佢，其實係佢心裏面做咗惡業，生出咗內疚、恐懼、貪婪呢啲見唔到光嘅負面念頭，就係佛法入面講嘅極陰之氣。一個人心中塞滿晒陰氣，點會唔招惹邪水？相反，係那些望落昂厚、實實在在嘅老實人，一世人冇做過虧心事，半夜唔驚鬼敲門，心中坦蕩，呢種坦蕩就係陽氣，就係正氣。咁到底係邊5個生肖天生就藏住呢種連鬼神都驚嘅破魔天機？第一個生肖生肖虎，人虎好多人都以為屬虎嘅人只係脾氣大、性子烈，卻根本唔知喺佛法入面佢代表住一種最厲害嘅善根。好多人一聽到女人屬虎就即刻搖頭，覺得脾氣大，好難惹。民間有啲算命嘅亦都跟住亂講，話屬虎嘅人條命好硬，
呢啲全部都係胡言亂語，完全錯解咗老祖宗嘅含意在十二地之道。人代表嘅係龍夏嘅正月，正月係冰天雪地，寒冬啱啱過號，春天就快要破土而出嘅交界點。地下壓抑咗一成個冬天嘅寒氣、陰氣、死氣，被呢一股啱啱冒出嚟嘅春雷春風一下就俾鐵底衝破咗。呢股衝破嚴冬陰氣嘅力量，在命理上就叫做人之氣，佢係天地之間第一股極陽之氣，係生機勃勃嘅正氣。呢股極陽之氣落到人嘅心性上，在佛法度叫做大無畏精神。菩薩修行有一種布施叫做無畏施，就係拔除眾生嘅恐懼。屬虎嘅人天生就帶住呢股菩薩嘅善根，呢種力量表現出嚟嘅係一種剛正嘅骨氣，行得正做得端，唔會搞娃娃擾擾。精明老細嘅老婆就係屬虎嘅，點解佢喺間陰氣重重嘅屋度可以瞓得咁香？因為人哋天天喺屋企洗衫煮飯打理家務，從來唔會去貪人哋嘅便宜，更加唔會喺背後算計人。人哋覺得佢戇，覺得佢傻，其實人哋嗰個先係真正嘅大智慧。俗語話心中無私天地寬，那些幽冥鬼神、冤親債主係由極重嘅陰氣、怨氣、貪戀同執着凝聚而成嘅。佢哋屬於陰，最驚光明，最驚呢股唔帶私心嘅正氣。當你心中堂堂正正，遇到困難唔退縮，遇到唔公平嘅事，講句公道話，就算食咗少少，靠到一笑置之，你身上散發出嚟嘅磁場就係大無畏嘅光明。行喺夜路上面，陰力嘅業力望你，就好似望住一團耀眼嘅火光咁，根本埋唔到你身。第二個生肖，生肖龍，神龍精明老世家嘅大仔，咁啱就係屬龍。好多人一聽到屬龍就覺得飛龍在天，自帶貴氣。學佛嘅人唔好去搞呢啲怪力亂神嘅迷信。老祖宗講嘅十二地支入面，神指嘅係朝早7點到9點呢個階段。喺呢個時辰，太陽完全升晒起身，把一成個夜晚嘅黑夜龍有鐵鐵底底咁撕開咗，陽光普照晴朗。所以命理上大等嘅人，天生骨子裏面就自帶一種唔沾染世俗爛事嘅清明。有一個村仔依山傍水，但係唔知點解村入面成日鬧怪事，成日有毒蛇蜈蚣爬入嚟，陰氣重到不得了，外人行入去心裏面都會毛骨悚然。村民們天天去拜神求土地，搞到烏煙瘴氣，一點用都冇。後來有一位老修行經過，一語道破，村入面招引毒蟲，陰氣重，根本唔係風水唔好，係你哋咧幫人心理嘅毒太重啦。佛法度講人心有5毒，貪嗔癡慢疑。呢個村入面嘅人天天為咗幾條地界打到頭破血流，東家長西家短咁斤斤計較，滿腦子都係貪戀、怨氣同埋互相猜忌。呢啲毒氣喺心裏面發酵散發出嚟嘅磁場，就係極陰嘅惡臭。毒蛇蜈蚣最中意咩？就係中意呢種陰暗腐敗嘅氣場。點樣解心裏面嘅毒？呢個就需要用到神龍所代表嘅佛法善根、般若大智慧。般若唔係話你呢個人有多聰明，多會揾錢算計，嗰個叫做細智逆聰，係小聰明。真正嘅般若係可以看穿事物本質嘅大智慧。有大智慧嘅人一眼就可以看穿呢啲全部都係因緣和合、緣起性空嘅嘢，過眼雲煙啫，唔會同衰人糾纏，唔會同衰事計較。你唔再糾結，放得落，心裏面嘅怨氣、貪氣就自然而然消散。五毒一消，心量一打開，就好似朝早7點鐘嘅太陽出嚟咁，何等清明。一個人心中乾乾淨淨，冇毒氣，那些幽冥邪水見到你避都避唔及。第3個和，第4個生肖，生肖雞，酉雞與生肖狗。戌狗一天12個時辰入面，最危險、最非常容易出問題嘅，其實係日頭同黑夜交替嘅嗰2個待定關口。老話講嘅逢魔時刻，喺呢個陰陽交界嘅骨折眼上，
必須要有護法門神翻嚟把守。呢個就引出咗酉雞同戌狗，唔好用世俗嘅眼光把佢哋當成家禽家畜。呢個講嘅係天地嘅能量場，有時係下晝嘅5點到7點，太陽啱啱落山，陰氣開始向上，雞係翻嚟做咩嘅？民間常講金雞報曉，唔管黑夜幾漫長幾黑，只要公雞一啼鳴，太陽就要出嚟啦，黑暗就一定要退散。所以酉金呢個地支天生自帶一種破曉嘅屬性，呢種能量落到人嘅心性上，對應住佛法入面嘅一個大智慧，叫做一念覺醒。好多人心中都裝滿晒過號陳年爛谷子嘅事，諗翻起生前受過嘅苦，或者人哋講過唔好聽嘅話，心裏面就開始發抖，愈諗愈氣愈委屈。呢個就係念頭跌咗入黑暗度，陰氣就盤重住你。但係如果你可以做到一念覺醒，亦即係話念頭轉得快，上一秒仲喺度好嬲，下一秒心裏面即刻警覺，哎呀，我做咩又喺度起煩惱啦？呢啲都係我自己嘅業力牽引啫。算啦，放低啦。佛法講不怕念起，就怕覺遲。痛苦嘅念頭冒出嚟唔可怕，可怕嘅係你跟住佢跑，你念頭只要一轉，心裏面嗰驟覺悟之燈一亮，就好似金雞報曉咁，原本照喺身上嘅陰氣、怨氣、衰氣，嚓一聲就散晒。率時係夜晚7點到9點，天鐵底黑晒，陰氣開始掌權。呢個時候需要守門。狗嘅天性係忠誠、看家護院，對應到命理上，戌就係把守陰陽界限最後嘅一道防線。佢喺佛法修行度代表住持戒。佛法修行嘅基礎係戒，真正嘅戒係你心裏面嘅底線同規矩。睇下身邊那些踏踏實實嘅老實人，唔管屋企幾窮，絕對唔會賺黑心錢；唔管幾葡萄人哋，絕對唔會攞唔屬於自己嘅嘢。就算冇人見到，心裏面都有一宗情，呢個就叫做持戒。佛法度有一個詞叫做八識田，就係每個人生命深處嘅一個大倉庫。你呢世人做過嘅好事衰事，起過嘅善念惡念，全部都會好似種子咁存喺呢個大倉庫度。嗱，喺邪鼠鼠就係聞到你八識田嗰度留下壞種子嘅臭味，揾上門。而持戒就好像是在你呢個心嘅大倉庫外面拉起咗一張堅不可摧嘅天羅地網。你心中有規矩，做事有底線，外面嘅那些污糟嘢霉氣就被呢張無形嘅戒網死死擋喺外面。第5個生肖，生肖馬。午馬精明老世家嘅細女就係屬馬，喺12地支度，午代表正午，亦即係中午嘅11點到下晝嘅1點。夏天嘅中午，太陽定喺正頭頂，係全日當中陽氣最鼎盛、最濕熱嘅時候。所以命理上帶午火嘅人，天生骨子裏面就帶住一股純陽嘅生命力。呢股午火嘅純陽之氣，在佛法度對應嘅係菩薩六道入面嘅一個核心。精進，精進唔係話一天到晚曬埋喺房度唔食唔飲咁，敲木魚念佛。佛法講嘅精進，係生命裏面嗰股永遠唔會被踩低、自強不息嘅精氣神。好多50、60歲、70、80歲嘅老人家，稍為有少少唔舒服，或者屋企遇到少少唔順心嘅事，即刻就冧晒，天天躺喺床度攣氣，怨天尤人。呢個喺佛法度其實就叫做幽冥鬼魅役身。幽冥代表嘅就係停滯懶惰、陰暗同埋濫氣。一個人天天唉聲冷氣，乜都唔想做，身上嘅氣場就鐵底沉咗落去。陰氣、病魔、霉運，最中意呢種死氣沉沉嘅身體，即刻就全部聚晒過嚟。相反，懂得精進嘅人，好似我有個就快80歲嘅老友記，條膝頭哥唔好關節痛，佢每日朝早堅持起身行到就慢慢行，行唔到就在院子度打太極，幫老伴摘客菜，自己揾啲事情折騰，遇到挫折唔抱怨，永遠在行動。就算只係掃客地出一身微汗，佢心裏面都係歡喜嘅。呢個就叫做精進，亦即係易經度講嘅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當你個人動起身，當你心裏面嗰股唔服輸，無論如何都要好好生活嘅。勁頭提翻上嚟嘅時候，你身上嘅五火就被點燃咗。呢股純陽之火一燒起身，你身上那些因為懶惰、抑鬱、委屈積聚落嚟嘅陰寒之氣，一瞬間就會被消融晒。大家一定要死死記住一個極其簡單嘅生活常理：火能克寒。你呢個人愈係喺生活度折騰，愈係保持奮發向上嘅勁頭，愈係維持對生活嘅強烈熱愛，你身上嘅陽氣就會愈足。先天不大，後天如何？借假修真。如果你同你屋企人都唔熟呢五個生肖，係咪就冇浩然正氣護體啦？佛法最核心嘅一句話叫做萬法唯心造，條命係可以改嘅，氣場係可以換嘅。先天唔大，後天可以用一招極其厲害嘅修行法門，叫做借假修真。唔管你熟咩，只要在打後嘅日常生活度照住以下5條去做，你就可以深深刻刻咁把呢5股連神都驚嘅力量全部借到你自己嘅生命度，在後天養出強大嘅氣場。一，遇到困難唔退縮，養你嘅人虎之氣。事情嚟到避唔到咁就唔好避。佛法講因果，呢啲都係爭落嘅債，債主到咗我翻嚟還就係啦。驚咩？把腰杆挺直，歡喜承受，呢個就係消業障。當你心裏面生出呢股擔當嘅硬氣，你心裏面嘅陽氣一下子就燃起嚟啦。而唔同衰人計較，養你嘅神龍之氣。親戚借錢唔還，隔鄰鄰舍佔便宜行街俾人話，唔好記恨。一記恨，心裏面嘅5毒氹親黐萬兒，全部翻江倒海，陰氣直冒，用般若大智慧去破。遇到衰人就把佢當成修行路上嘅一陣風，一塊石頭，風吹以往就冇咗，石頭繞以往就得啦。你唔計較唔手鏈，心境就拔高咗。呢個叫做神龍見首不見尾，衰人衰事根本把握唔到你。3，每日早起唔賴床，養你嘅有雞之氣。好多老人家朝早5、6點鐘醒咗之後唔肯落床，在床度乾等，呢個時候最容易胡思亂想傷心事。呢個叫做無明煩惱，在黑暗嘅房度躺住撒想，嗰個係極陰嘅磁場在消耗你，就即刻坐起身，把燈打開，窗幔拉開，讓光線照入嚟，身體一動光一照，腦袋到那些陰暗嘅念頭一下子就斷咗。呢個叫做金雞報曉，破除黑暗四，守住底線唔貪便宜，養你的戌狗之氣。平時好慳，但係一見到超級市場打折或者出面那些推銷保健品嘅地區，話免費攞雞蛋，就跑得快過邊個。為咗佔個小便宜，同人推搡揚，甚至被騙走晒啲棺材本。貪係生命度最大嘅一道烈火，你心中一貪，你嘅八識田就漏風啦。戌狗代表持戒守規矩，唔係我嘅嘢，1分錢都絕對唔要。來路不正嘅便宜絕對唔沾。買菜人哋找多咗錢退翻俾人，你平時把呢條底線守到實一實，就有咧天羅地網。外面嘅邪氣、霉運、騙子全部都被當在外面。5，堅持活動流汗，保持精進，養你哋5馬之氣。人老咗愈唔動，身上嘅氣血運行就會愈發停滯。那些因為衰老同疾病所產生嘅死氣就會全部淤積在身體度。雙腳唔方便就在屋企手拿抹布抹客台掃下地。可以出門嘅就堅持每日去公園慢行2圈，甩下手臂。只要讓自己嘅身體每日都維持一定嘅活動量，最好可以讓背脊微微出一層薄汗。呢啲微汗代表住你身體度嘅5火之光真正被燃燒起身。佢透過熱量把你體內長期積聚嘅那些陰寒之氣、衰氣透過汗液全部逼晒出去。最高級嘅辟邪唔係你隨出面揾厲害嘅和尚道士同你畫符，係你自己做自己八識田嘅守門人，唔讓那些壞種子發芽，天天用心水去就灌那些好種子。你心裏面光明咗，
你成個人就係一尊發住光嘅佛菩薩，幽冥鬼魅，根本唔敢行近。佛法度講，你光是把自己管好，嗰個叫做獨善其身，係小乘真正嘅大乘佛法，真正可以俾你俾全家俾子孫後代積聚大福報嘅，係最後呢4個字，自利利他，亦即係最高級嘅修行法門，法布施。金剛經入面佛陀講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一個人手拿滿3000大千世界嘅七珍八寶去布施救濟窮人，呢個福報極大。但係呢個仲不如你同人哋講一句佛法嘅功德大，因為救人救到底，救心才是真。你今日聽明白咗，心裏面亮堂晒，但係身邊係咪仲有好多老姊妹老哥們親戚朋友正躺在床度攬氣，為仔女嘅爛事愁到瞓唔到覺，周圍使冤枉錢買護身符，佢哋心裏面正被陰氣同魔障折磨緊。你動一動手指頭，把呢啲充滿正能量嘅道理同智慧分享轉發俾佢哋，呢個唔係話熱鬧，呢個就係你在行菩薩道，你在度人。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如果你嘅一個老友記因為明白咗呢啲道理，心裏面嘅怨氣一下子放低咗，念頭轉咗過嚟，少生咗一場氣，少做咗一個惡業，咁就等同於你親手把他從陰暗嘅泥潭度拉咗一把。呢份無量嘅功德、救人慧命嘅福報，全部都會記在你嘅針上，最終全都會回向到你同你嘅家人子孫身上，保佑你哋平安晚年安康，家宅清淨。